5月21日感恩清單，我曾經做過一個練習，就是盡力列出所有讓我感恩的事。比爾的視覺第37頁英文版。有什麼值得我感激不已的事嗎？我把自己關在屋子裏，開始列出我沒有任何付出，卻白白享受的諸多恩惠。先從健康的頭腦和身體開始。這份清單我整理了2個小時，包羅萬象，健康、家庭、金錢、AA 點滴都是恩典。在我每天的禱告中，我祈求上蒼幫我銘記這份清單。我每一天都為清單中所領受的恩惠滿心感激。每當想起這些恩典，我就不會再覺得是上蒼在故意懲罰我。